台湾嘅九州葡萄中青度假下有4000人供欠。台湾研究市场开放，今日 WTO 九州葡萄嘅面积以下嘅路售价贵多喎。中华二林是喺台湾清泰嘅九州葡萄产地，中青发价下有1484公顷，到今抢存到30人公顷，也含去年是台湾中青度嘅。二林本蛋含有22件嘅酒庄，去年呢有5件关系的哟。同欧美国家同亚道路28年嘅葡萄酒庄文化比起来，台湾嘅九州葡萄产业减少矮些。向下来了解一个产业係咪還有發展的機會？这个都是金香，它不会等成熟的话，它大概是呈现黄绿色。对，比较透明这样。对，啊，那边的话就是我新种的，那个有些是农改场的新品种。人客來到葡萄園參觀，討論嘅料理型係專門種葡萄嘅，今日係社區發展協會嘅總幹事。台灣嘅葡萄園單單係搭棚嘅管理嘅，係講人客個條我海冇生意做更多葡萄。小心頭啊！小心頭！现在几乎都没看到了呢。对啊，就是这么多酒庄，怎么都葡萄种到哪里？有。现在其实我们这边的话，大家都各自有自己大概几分地的啊，7、8分地、5、6分地左右这样子，然后自己够用而已。二林種九州葡萄對民國80年代講緊清河時節種係1400人公頃，到今搶存到30-40公頃，一切都含喺台灣種青島嘅蔬菜。我對種嘅面積一下減少很多，未看得出台灣九州葡萄產業講緊一下就沒落嘅。尤其係幾年來逢兩個嘅假釋以後，一到農民想出嚟種嘅30年客家老葡萄樹倒塌，改種逢兩個。料理型套餐，像認識幾隻30-40年咯，老葡萄樹做樣冇睇咧，實在真大爽。啊，如果那有啥迄樣嘅半年都賣啦吼，可能有啥冇辦法多，當然都賣，按留定期，按過講，葡萄吼冇你獨特啦吼，14人嘅切咧吼，總按叫落去吼，佮青島佮歷史，文化講，按你獨特些，真大爽。那在80年代的时候是到最高峰，那时候是将近有1484公顷的一个土地都是种酿酒葡萄，那唯一的缴交的去处就是公卖局。那在民国86年因为要民营化还有 WTO 的一些种种问题，所以在86年就废园，就是跟农民的契作的关系就终止。台灣種九州葡萄嘅歷史，做到清朝初年就落下有人種。嗰樣時係認證荷蘭人同葡萄牙人是來到台灣落草，傳入嘅九州葡萄嘅樹種。日本人認為台灣光復過後，到民國50年代，中部地區開始專門有人種一種葡萄。真正大規模開始種呢，慢慢的在我們彰化縣大二林地區。開始種了，還有再加上當初的台中縣外埔后里呢，種這個所謂黑後葡萄，那大概那個民國80年左右，那時候呢，最高曾經到全省大概有將近4000多公頃的這個歷史。還好我們在民國91年，我們政府有頒布一個法令，就是說准許開放民間的合法釀酒。那當初這樣子的一個法令頒布以後，農會就希望說能夠在農民的這個部分，能夠直接從1級產業跳到2級產業。1級產業係專門種嘅人，而升級到2級產業做學校加工焗酒，也唔單止要有技術，還要有本錢來買設備。金香係焗白酒嘅葡萄，有效係焗紅酒嘅。有兩個品種咩做上，台灣青普遍焗酒嘅葡萄樹種，唔過到碳化工嘅葡萄園，總共可能到70人種，包含歐美、歐洲嘅主流樹種，和品種更多。大家都講佢一大邊係葡萄博物館。其實我目標本來要標100種目前也差唔多72種左右。因為一方面我這個有一個限制。過來呢，也不同的品種呢，我做得講，管理上可以用也不同的品種
做咧观察管佢嘅习性样嘅。探花讲喺台湾青态菊州葡萄农，也规片嘅菊州葡萄园有甲板按法，要做亲手洗前片，园内色彩动法，迄个无农机查来天数，无按规做。一般来讲，除脱单一品种嘅菊州葡萄有贴片嘅面丝，迄无用混合比例调出又香又顺嘅葡萄酒。免因为其中嘅品种真多，调出无同样嘅变化。毋过，免达成2年嘅酒厂做同其同样，总按法又有按多嘅品种。去年只有5间酒庄输起来，抢存到16间。对比例方来看，至少4股有1股嘅酒庄无脱咧。我做出来酒品哦，你冇法度让我强调，所以我就有法度让伊竞争。其他嘅酒庄呢，佢冇安样嘅优势啊，所以佢就冇法度安样竞争，所以经验不如经验呢，来按经验上，所以球员就关系唔见对安样。酒本身吼，咱无特色去啊，所以人市场咱无打开来去啊，实在讲起来，除非要输起来，因为吼，大家也做报个研究税嘛。小型酒庄焗出的酒雖然giảm少，不過產量少，賺唔上錢。搶起各種稅，一年加起來做1-2萬元來納，負擔當重。酿造酒都會一吐7克嘛吼，一罐啊750cc 啊，一罐做12吐的啦，做63克，所以就是一重啦。連開一罐出來搶朋友啉一下，又開發票啦，連送人呢又要發票啦，對我來講，實在有啥都唔點樣做人好。10年前做酒到了來呢，伊哋咧觀察就是講，了呢差異性差幾10倍以上，所以以前跟我太太講，按做酒做一年冇啦賣，今年做1年的酒賣幾年。因為如果只是大量的原料做單一的葡萄酒，事實上這樣的酒是沒有特色的。那所以我們希望說，我們新的酒莊成立了以後，不同的農村酒莊它有不同的原料。那如果還是在原來的原料的品種一樣，釀造的過程一樣，產品一樣，能夠比的就只有價格。那事實上這樣子對產業的發展是沒有幫助的。早上味道有含較多樣菊州葡萄，譬如合適台灣氣候的品種，公賣局是由7家試驗所，客座田特過後，一項工作揾台中農改廠來接。到民國96年，培育出有田園有網球高知名的台中1號，天天本20農會賣起，專門授權俾農民去種。去年到期的談話講，再個用非專門授權買嘅台中1號。今日認證也台中1號得到去年葡萄酒評鑑的紫金杯冠軍。提名嘅呢，因為我用台中1號嘅葡萄品種佢用單一嘅品種釀製嘅，佢嘅香味佢非常嘅特別。而目前國內國外還冇安樣嘅香味，所以很多人慕名而來，包括個歐洲嘅西德嘅朋友那台中1號它主要是做白葡萄酒使用，台中2號是做紅葡萄酒使用。然後1號的話，它有一個非常濃厚的麝香味，我們稱為 muscat 的香氣。然後果粒呢，它是屬於比較中大型一點，在釀酒葡萄裡面算是個頭比較大的，大概可以到5公克、6公克。而菊酒原料一旦重要，到台中農改廠的葡萄園，一個品種搶中2頭，算起來也大約至少200隻品種。酒莊一般土菊葡萄酒，2吐的甜味，1吐的酒精，有時做到10吐、12吐邊的酒精做加糖。不過按樣可能會影響到葡萄本身的味絲。農改廠係透過插膠來選新品種，來提高甜度。一個葡萄酒的釀製，它的原料是佔80%。工藝只佔2成，所以它的原料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們在糖度這部分呢，我們就希望說把它提升。那第3個就是跟國外一個區別，然後我們就是說走我們自己要有自己的特色。那我們現在的特色呢，我們就是走香度
比较浓厚的，是自然的天然的香气。酒庄其实在经营上是有困难的，所以那目前我们就在16家的酒庄里面，我们农会就是成立一个休闲旅游部，然后帮他做一个整合行销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成立了所谓的台湾酒窖。台湾酒窖伫外表的搭杂酒庄出产的酒，还有像欧米用的葡萄叶，金毛搭香的，像烟插透利用的，搭头出等等，讲，做乜又复杂的。二年农会也推出所讲的微醺式旅行，结合休闲产业，希望带人客入到酒庄感受，还有套乡村老了感觉。那品酒的感觉就是让我们觉得这个酒可以很舒服的带动我们整个身体的整个细胞的一个活化，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了哈。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在20也有办一个活动，叫做微醺小旅行。微醺，所谓微醺是那种幸福的感觉，而不是豪饮的一个状况。很多游客透过微醺旅行的一个认识，他变成说，他知道在台湾也有一群人在为着那个葡萄产业在努力，然后也借由那种产业的一个微醺的感觉。应该是说，不只是酒品类的微醺，然后在葡萄树下的一个微醺，或者是说跟农民聊天的中间的微醺感，把这个氛围带出来。发现好多人喜欢这个感觉，他们进去之后发现，业者的热情，然后产业的一个变化。你喝一口进去，就是透过这种漱口方式，就是说，因为酒像我们舌头对甜是最敏感的，在舌头表面的话是对涩，舌头两侧是对酸，那喉头部分是酒的那个甘醇度这样子。品酒有3级，第1级係先看顏色，再個醋以下皮嘅香味，前面嘅係吃上看啦。不過長久以來，葡萄酒當然係台灣食酒文化主流項目，主要因為台灣人好睇好食酒，又好食釀酒，故所建立品酒文化，冇就像歐美歷史研究嘅葡萄莊園，還蠻得事。國外呢，這個釀酒葡萄事實上是他們餐中酒就是在餐桌上的時候吃飯呢，比如說在吃海鮮類，他就喝白酒；吃這個所謂肉食類的呢，他就吃紅酒之類。所以這個平常對他們講起來呢，就是一個平常的一個飲料了。那當然，酒這個產業當然會跟交通安全相關的都有關係。事實上，我們看看國外，它其實相關的法令在早期就已經很完備了。那他們的酒莊的特色怎麼去發展的？所以我覺得我們釀酒這個產業，不是只有種葡萄釀成葡萄酒，把它賣給顧客，我們要給顧客有一些休閒產業的概念。酒莊一定是要家族來經營。在歐洲裡面的酒莊，除了從品種到種植到釀酒，一直到品味，一直到文化，它是一體的。那我們彰化這個地區，只在種植這個部分跟產品的這個部分。就暫時發展到這裡，後面的品嘗跟文化沒有繼續發展，所以消費者沒有再回頭。就算有幾百年研究歷史的歐美葡萄莊園，品酒文化咪係一年一年天天的建立起來嘅。2020葡萄農共下來上課，向讓提升到第3級產業。對第1級的生產、第2級的加工，到第3級的整合行銷同服務，做清多曉得。因為咱這邊就是基本上西斗社區要做品牌嘛，即馬就是20的葡萄就有名但是20的葡萄攏是做酒的葡萄，20的巨峰葡萄無名。其實也是最終的目標就係講拿酒型外國比賽，也是。一個做酒莊一個最終的目標啦，追求的目標。你若講，你係記酒去外國比賽，莫講第1名你有15名內，300名內你酒就可能外國就袂來咱買。就像吳寶春樣嘅，出國比賽，係講得名人做一啲，唔但搶證明台灣種得出按針對嘅菊酒葡萄，還有一定針嘅菊酒技術。台中農改廠每套繼續培育新品種，今年年代前新品種嘅台中4號、台中5號就會等等出來嘅。那4號呢，在
102年呢，已经顺利的取得它的一个品种权，然后也是在办理授权之中。那另外的话，台中5号，我们这边命名的话，单号的话都是做白葡萄酒，双号的话是做红葡萄酒。那台中5号呢，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完成它一个品种性状的调查，然后在今年呢也会提出一个向农粮署提出品种权申请。做酒讲百年的事业啦吼，按客家人硬强的精神吼，就是安样啦，按就唔认输，我还是讲，不管你市场样的做酒一样困难，我还袂坚持下。因为百年的事业，无论有几艰辛，都要坚持做定下去。台湾酒庄局酒将短短10个人年，唔是讲要比唔样传了几啊百年的欧米酒庄，唔过係讲传了2代人、3代人过後咧，酒係越變越強，酒莊應當咩係早期嘅自然作為有台灣味嘅葡萄酒莊。